嘿，姊妹大家平安。伫礼拜开始的进前，请咱做伙有微心灭倒。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的主日，伫俄勒敬拜大圣，咱听者请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一体搁活。永远的阿名，阿妹。咱要用吟诗做咱敬拜的开始，用心灵甲诚实做伙来敬拜创造咱的主。主的手时常牵咱经过喜乐甲困难的路程，带阮行进入光明。主的手，互咱得到稳固的脚步。请咱做伙来吟，亲爱主，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伫徛在，我也先真软弱，相失败，天空烟归暗暝，带我行一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永远。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伫徛在，我也先真软弱，相失败。亲爱主，牵我手到永远。我路途真凄清，主管我来作伴，我人生的路程要爬山。亲爱主，牵我手到永远。虽然经过雨影，主的确互咱袂摇拽。咱的主的手的确牵咱的手到永远。咱搁对头来吟这首，亲爱主，牵我的手。亲爱主。
伴我人生的路程，要要线，求你听我求求，免我所有，免我逃。亲爱主，看我手，高远我。亲爱主，看我手，高远我。那个讲，亲爱主，亲爱主，看我手，高远我。咱得用喜乐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咱的心要大欢喜，因为主踮在咱的身边，咱就会拍扑啊，咱来学咱的主。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在世界若存在天，这上帝好事，我心欢喜。求主恩保护，使我前去。咱出个起立，咱来吟。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在世界若存在天，这上帝好事，我心欢喜。求主恩保护，使我前去。当我的保佑。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虔诚来顺服，心内安宁，天顶的福气，那伫目睭，日在夜降落，教我往来，不用主耶稣，主必临来。当我爱保佑。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这你有喜乐无？咱就来专心来顺服主，凡事会得到平安。咱来吟第3站，凡事来顺服，凡事平安。心靠我救主，福气无限，坚信来听候，不望主来。主耶稣，我心灵爱，专心来顺服，专心来顺服，凡事平安，心靠我救主，福气无限，坚信来听候，不望主来，念地主耶稣。保佑，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
爱保佑，明日阿拉为我主耶稣上做功劳。那我爱保佑，明日阿拉为我主耶稣上做功劳，为我主耶稣。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为我主耶稣，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咱就咱的普阿声献给咱的主，感谢主，请坐。若是有主伫咱的生命中，咱就永远袂惊吓；若是有主伫咱的生命中，咱就永远袂孤单。因为主的疼是永远无变的疼。虽然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犹顾主的疼永远袂变换。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遐尼宽，有你同在无摇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吓。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摇抓。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海水的倒，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倒，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惜我。阮情这大，
怎样感谢？一生甲主念相我。咱要一生甲主念相我，请咱同心压头过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引带带领，互阮伫生活中也受着你满满的恩典。虽然有时阵阮真软弱，有真软弱的时阵，但是主，你时常踮阮的身边，阮的心就要大欢喜，来向你献上喜乐的诗歌。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但是阮相信主你的疼，永远拢袂变换。你也的确牵阮的手，直到永远。阮要对你献上满满的感谢甲学乐，愿你互阮的逐人的心灵，拢得到你的眷顾甲祝福。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继续来讲道，讲道会有教会、有青年、有儿童，阁有大样的事工，阁有新朋友，以及兄弟姊妹身体探听。咱三甲继续来为着这个代志，咱来祈祷。是因为咱做伙拍开咱的手报，咱做伙来看公道事项，咱为着事项内底咱所有的这个事项来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主，阮知影教会这需要咱姊妹所有的画面，阮调整阮的这家庭的大大小小，以及咱教会同工、教会青年、儿童，以及咱教会整个事工的需要，咱的欠用，主你拢知影，主嘛帮助教会这伫身体软弱的，伫身体需要的，伫需要医治，伊的身体的，咱遮的兄弟姊妹，阮嘛献上阮的祈祷，主嘛感谢你，主嘛感谢你。主啊，所感谢你，你常常用无起衰的疼来引带阮，医治阮，扶持阮，互阮得到信道。伫即时，阮嘛为着牧者、长职，甲咱的同工，甲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的疼甲恩典伫因的中间。做伙来帮助阮，也看阮的罪过，互阮的信心搁较加添，互阮的大家的活命搁较转变，互咱大家服侍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咱就知影上帝一直伫咱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只是做伙来吟诗歌。咱做伙，这是咱来念启应文，启应文第50篇。至高的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应由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
宣布上主稳定待人的年，甲人会上帝心愿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予伊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清惨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互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万爱顺命，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后的子民。咱要唱新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极欢喜，请起立。谢谢，这是咱要来请献歌队来献诗。
感谢主，献互所有天下咱在座所有的妈妈吼，咱这是这回要来看咱的周报吼，咱的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要为着咱的母亲节咱的主日咱伫台语甲华语的礼拜吼，咱要做伙来送所有的这个母亲吼一个祝福的红包，祝福每一位家庭熟龄的母亲吼，因的平安甲健康另外嘛，伫会后吼，咱有小组要来进行咱活水泉小组甲即个青年小组伫会后要伫即个牧师的办公室来参加即个小组的聚会。第二点，本周第拜二吼，拜二咱5月13号，咱台南中会牧团会的委员同工，要伫咱本会来召开95届的第3届的即个同工会议吼，嘛请兄姊妹来带导。第三点，下一周吼，咱玉山神学院吼要来即个纪念主日吼，是即个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嘛请有美心、关心带导甲奉献。这是咱要来看今仔日的金句。达人照所述的文书3学师，最有爸爸温习分配，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顺治，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章10节。好了，这是我要来讲读今日的圣经吼，经节撒母耳记上吼，第1章26节到28节。有人讲，先生，我确实是以早徛伫你面前对上主祈祷迄个妇人人。我对上主求即个囡仔，伊有照我所求的，互我，所以我将即个囡仔献互上主，互伊一世人服侍上主，伊就伫遐敬拜上主。这是咱要来请咱青年人来读即个圣经。妇人说：“我主啊，请容许我说，我向你我的主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是咱要来邀请提摩太牧区要来献示咱的小朋友。
小朋友鼓励住吼，祝福今日所有母亲节，请所有妈妈记得好无？咱请这小朋友吼，来，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讲，来。母亲节快乐！对，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拿4朵花，5朵也没关系，拿的越多越好啊。但是要，小心哦，慢慢来哦，别急，对，别急。然后记得拿给每一个妈妈，拿给每一个妈妈要说什么？要说母亲节快乐哦。来，那请老师来帮忙一下，请妈妈来。来，母亲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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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还有花。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哦！哈！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祝你平安健康。母亲节快乐！来，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祝你平安健康。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请老师。好，咱继续请坐吼，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哦。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哈，祝福你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准备哪边？咱真欢喜看见这细囝因唱出这母亲的时光吼。感谢主，咱今日摕到这花嘛是这个朱正轩，不是黄兆辉啦，黄兆辉。咱请这小朋友来到台前牧师来传这节祝福的祈祷，来牧师带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咱下礼拜三嘛，请咱会当做伙留落来。不管你的妈妈有伫遮无若无你，咱就看牧师翕相啦，像这安尼啦这纯怡老师咱有这是麦子小组因顶礼拜做的这真水真水，咱等就是安尼刻较一安尼。翕相，这是一个真好的纪念来小纸你做你的朋友就安尼母亲节代表这是一个真好的纪念啦好，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来祈祷。妈妈没拿到哇？妈妈拿到了。妈妈。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在感谢的祷告，也是颂赞神你恩典的节日。我们在母亲节，阮用和乐感谢敬拜，阮拢要将因根归予主上帝。愿你祝福伫阮所有的母亲，嘛所有这细囝伫你的面头前，因献上美好的诗歌，为着就是要和乐上帝，你美好的安排。通过阮的母亲对阮的疼痛，也互阮伫长大的过程的中间，通得到上好生命滋润。愿上帝你祝福伫阮接续。会当做伙看见这细囝，继续伫平安大汉的中间，阮为着因来祝福，祝福因甲每一个老师的陪伴，互因毋但用智慧，用上帝你的话语、真理话命的话，成做因生命的粮食，嘛互因一生的中间尊主最大，来荣耀主上帝，来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的家，也祝福阮这细囝。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妈妈没拿到，妈妈没拿到红包，对呢。对，我在公司呢，母亲节快乐 ，sorry， 一定要做到
真欢喜，咱三个组织做伙伫上帝面前，三个来敬拜上帝，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祈祷。祈求上帝，阮的主，阮意爱来亲近你，愿上帝你的疼痛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知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有真侪需要学习调整的所在。总是阮知影，当阮会当成做尽忠的奴仆，得主你的欢喜的时，阮若成做一个好的管家，阮的生命嘛要用安尼来得到主你满满的祝福。愿上帝你祝福阮伫母亲节纪念的时，阮会当相甲孝良阮的母亲过去伫家庭的中间，对阮安怎陪伴好的教育。也互阮会当平安大汉，阮会当有缘超找即款的人脉甲生命的祝福。阮嘛相款学习，要安怎样伫上帝你活命的话语的中间，来成做一个真实的管家，成做主你的欢喜，来得主你的祝福。阮搁一摆将阮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伫即个世代，我相信咱愈来愈清楚会当看见，有真侪咱的国家人，若是无尽忠伫伊的职分的内底，就会当看见混乱就会开始。所以咱知影一个国家内底有一个叫做公民呐，咱诚做台湾人，台湾的公民，咱就有几个权利啊。咱就有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对无？咱嘛就爱有承担义务的责任，人民的责任。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咱有啥物款的参政权？咱参政权有选举，搁有啥？罢免、创制、复决，搁有应考市府的这个应考试的服务的公职。这内底有咧讲到公民的投票，有啥物创制复决，但是嘛有讲到咱有选举，嘛有啥，嘛有罢免。我相信有足侪人即摆拢咧看待咱即摆台湾的社会有真大的变动。有个人讲信用唔通去讲政治，但是你若看规本的圣经的内底，无论对旧约到新约，整个拢关系到国家的人民。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上帝所要救的百姓，拢是人甲国家政府国家所参与的关系内底，拢跟政治有关系无？拢是有关系。所以我嘛咧想讲，咱活伫台湾这片岛屿，当咱伫日常生活内底，咱咧看新闻媒体也好，无论你徛伫什么款的政党，无事拢希望咱着爱徛伫一个真正上帝选民。应该爱有的责任。简单来讲，咱若诚做一个国家的国民，咱着爱安怎？咱嘛着爱尽职伫咱所爱关心的事。所以，当你看见最近这几礼拜，你会看见有人讲，为什么这种的人会向罢免？这个人拢是咧引起事端，其实毋是。其实这个人因是咧尽着做一个管理国家的人民应该爱尽的本分。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当人伊无法度通伫伊的职分的顶面失去伊应该尽的本分的时阵，安尼国家的人民公民就应该安怎？就应该爱行出伊应该爱有的行动。所以兄弟姊妹，我嘛咧想讲，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第2节讲，人应当着爱以咱做基督的执事。做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啊，所求的管家是爱伊安怎？足简单，就是忠心嘛。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讲，唔简单，你服侍上帝，你着搁爱清楚知影，你这个职分的背后有一个头家，是爱咱安怎样接受的，咱应该做的工课。也就是讲，教会治理的关系，唔是靠人，是代表是人安怎对上帝所托付的代志内底尽责佮委身啊。所以兄弟姊妹，伫教会事奉内底，无代表你有能力，无代表你有法度，无代表你会使做，甚至嘛唔是因为某一个人会使做，无伊袂使。兄弟姊妹，教会整体
的一个概念，就是咱管理教会就爱成做一个忠实、尽职的工人。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要透过圣经内底一个母亲叫做哈娜，咱非常明白这个哈娜是什么人。哈娜有的人唔捌，牧师伫这个所在用简单短短时间来跟咱介绍。咱来思想，人物上帝信仰的内底有一个尽职的管家。哈娜伊唔是一位掌权的女性的领袖，伊唔是先知，伊嘛唔是君王的母亲，伊只不过用祈祷、用信心，甚至甲对上帝的这个承诺，伊成做一个影响世代尽职的母亲。兄弟姊妹，当咱看到撒母耳，咱今日所看圣经在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26节到28节。其实伫遮以前发生一连串的代志，就是哈娜伊原先是未生、无怀孕，伊无法当生囝，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非常的痛苦。伊的丈夫以利加拿有2个某，一个就是哈娜，一个就是皮尼娜。这个皮尼娜有囡仔，但是哈娜伊无囡仔。但是这个皮尼娜常常咧乞笑这个哈娜无囡仔，所以哈娜伊心内非常的艰苦。然后伫现在中间的时，哈娜常常伫遐咧哭，禁食祈祷。伊常常咧思考，伊甲上帝祈祷，伊伫会幕中伫祈祷的中间，甲上帝求讲：若是你互我一个囡仔，我就要将伊献互耶和华。甚至伫迄个过程中间，当伊咧啼哭咧祈祷的时，这祭司叫做这叫做以利啊，注意哦，唔是以利加纳哦，是以利哦。这个以利是一个祭司，看到伊安尼也做伊安怎起笑啊，讲你酒醉啊，酒醉啊。然后来较明白，原来这个哈娜是真实，所以后来伊明白了，较为伊祝福祈祷。甚至呢，哈娜伫祈祷了后，上帝纪念哈娜。伫迄个过程中间，互伊怀孕，然后生一个囝，叫做什么人？就是撒母耳啦，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嘛，就是真做第一位的先知。兄弟姊妹，哈娜伊信守伊甲上帝一个要紧的承诺，就是将撒母耳伊的囝献互上帝。撒母耳伫长年了后，哈娜将伊带到伫示罗，用这个牛米粉甲这个米。甲这个酒来诚做献祭，准备将这个囝献互上帝。等伊献祭，带到伫以利的面头前。所以兄弟姊妹，咱对这个故事简单会当来讲起，哈娜伊是安怎样诚做一个尽忠的母亲、尽忠的管家，诚做一个养饲细囝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期待咱会当来思考，伫咱的信仰的生命内底，咱要安怎样伫咱的家庭的中间。诚做一个主所尽职的工人，尽职的管家。今日咱所看圣经在讲，有人讲：我的主啊，我指你的活命来救抓。我的主啊，前徛伫你遮祈求耶和华的，迄个妇人人就是我。上帝伫遮会记得哈娜的祈祷，伊伫迄个中间会记得上帝安怎样回应。哈娜的信息的这个应允，兄弟姊妹，尽这个管家，唔是出对本能的努力，是因为伊会记得啥？伊会记得这个活命是先对倒来，上帝来，唔是对家己来。甲你边仔兄弟讲，咱的生命是对主来。咱诚做一个主的管家，咱来知影。咱的生命是对主来，咱要安怎样记得起初上帝呼召咱的生命来服侍伊？所以做母亲的，你是毋是会当回想迄若当啊生的头一胎迄胎你会特别做笑脸迄个过程互我那痛苦甲困难所以兄弟姊妹，我会记得人在讲这个刚生孩子的妈妈通常都会第一胎会给他打那个叫做无痛分娩所以我会记得牧师娘第一胎嘛是有拍无痛分娩，但是第二胎我咧想讲有生过第一胎
第二体就卖住啊，因为加住迄支一支就8,000块啊，吼、啊，但是迄支吼有住的人，我感觉讲互你较轻松的啦，吼、但是咱若有生过囡仔的妈妈拢知影，其实你若生过了，第二体要生会较紧，所以第二体我两个啊，无咱即体吼试看卖省寡钱啊，但是吼每一摆无顺利拢会摕安尼摕出来讲，讲吼你做无良心的，你生囝偌痛苦的呢。但是迄个过程我要讲啥物？我要讲的，就是咱会记得，伫一开始，无论做妈妈，我相信你拢会当理解牧师咧讲啥物。当咱看见一个真一个母亲，伊安怎样为着一个细囝会出世，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觉，即个囡仔就是啥？就是你的产业。但是哈娜，伊安怎样将伊所生的即个细囝，甲伊讲这啥？我知你的活命来救抓我的主啊！前我徛伫你祈求耶和华的迄个负责人就是我。注意哦，伊讲伊即个囝的生命是对倒位来？上帝来。伊毋是讲这是我的产业诶，伊毋是讲这是我的呢，伊毋是安尼讲的。伊是讲这活命是对你来。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底，无论事工也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你爱记得，虽然看起来伫世间上无信的人，看做是咱个人的产业啊，但是生命是在伫倒位？是在伫上帝。所以上帝托住咱有一个责任。你有囝儿，但是如果你若无把你的细囝当作是上帝所托住，互你的管理好好，即个管理的产业，即个产业有可能伊的生命拢是输在伊的。我甲你讲，即个生命往往有真大变化。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伫国家的内底的立法委员，伊若无尽忠伫伊做一个立法，要安怎管理到即个国家的立法？请问，伊是咧创啥？有尽忠无？无尽忠啊，无尽忠，你搁要继续互伊担遐吗？会使吗？袂使啦！你讲歹势啦，啊，你就落来啦，你换别人做就好啊啦，你慢慢想去啊，对无？敢是安尼？所以咱尽咱应该做的。国人若无要按照台湾的交通的法律，你凊彩骑车，你凊彩安尼看着红灯就挖，安尼敢袂使？袂使啦。教会嘛是相反。我认为，虽然教会内底拢是用人来起造的环境，教会咱嘛得爱要安怎样遵照应该有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人用的方法，恁得爱常常为牧师祈祷，因为牧师常常讲的吼是上直接，上直接的过程就安怎？有人讲吼，捌私底下有人甲牧师讲，牧师，你伫讲台顶咧讲话吼，其实我坦白讲啦吼，阮兜的人讲话拢较大声，吼，拢较像咧相嚷吼，因为我无坐伫下底吼，我常常会拍开这咱的直播吼，啊来听家己咧讲道吼，我有感觉讲家己咧讲话，我较早讲话吼较大声哦，一直讲，后来我听出来讲，哎呦啊，我咧讲话哪拢爱相嚷啊，吼。所以吼，牧师期待咱吼，真正爱常常为牧师徛伫这个所在，咧传讲信息来祈祷。因为侪人伫讲话中间，有当时伊毋知影伊咧创啥，所以我感觉我是真意外啊！牧师期待老师甲咱想到的所在吼，求你怜悯，嘛求你赦免。吼，咱伫主的面头前，咱就是彼此赦免，来起造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所以我嘛真欢喜吼，有机会我讲我实在。我这个同学蔡尚恩吼，嘛是互我一个足好的激励啊！因为伫伊讲话就是一个真温柔的人，所以上帝嘛常常拢会透过一礼拜中间拢咧甲我提醒，上帝爱我明白是上帝咧顾，毋是我咧顾。这礼拜我的细囝4个囡仔轮流的啦，对礼拜日隔工开始，乔恩、穆恩、宇恩，昨是最后吴泽恩，因拢破病。多长完成啊！真正哦，一工一个，吼啊，一个人拢差不多2工就好，2工就好，2工就好。对到长泽恩完成，感谢主，今仔日拄好会当徛伫遮献诗。兄弟姊妹，我拢感觉上帝会甲咱顾守，但是咱若有不足的所在，牧师嘛有不足软弱的所在，求上帝怜悯，
咱要起做教会是要祈祷的殿，祈祷的殿是啥？咱是彼此互相相听和睦，常常为牧师祈祷。牧师，阮兜做工课吼，拢是安怎？我的老爸常常甲我讲，爸爸，你若会知拢起床遮早就要起床啊。伊讲你无要较早起床，你是要做一个兵大人哦。所以我自细汉就是即种环境大汉，目睭剃光吼，就马上开始啊。下早7点外，我就讲牧师娘啊，你敢还袂起床啊？时间到啊呢，紧诶，我囡仔爱食饭哦，创啥？我就开始讲啊，7点。后来我心内开想讲，主啊，怜悯我，今仔无亲戚，爱对伊较好诶。一工尔，吼，一工尔。兄弟姊妹，哈娜起初诶祈祷，是伊心灵上真实诶。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10节，哈娜伊心内艰苦，伫遐疼甲安怎，伫祈求祈祷上帝。我相信伫咱伫服侍上帝，也是咱甲人、甲牧者、甲我做伙同工诶中间，真无容易。但是牧师期待咱学习亲像哈娜伫痛苦诶内底，为牧师祈祷，为着咱诶性命祈祷，为着咱诶关系有适合诶中间来祈祷。哈娜起初诶祈祷是伫信心内底。1章11节伊讲，伊下愿万军诶耶和华，你若赐我一个囝，我要将伊献互耶和华。兄弟姊妹，我头拄有讲，皮尼拿伊常常伫迄个过程诶中间咧甲伊刺激，有无？但是伊犹原徛伫信心内讲，你若互我一个囝，我要将伊献互你。哇，这是真大诶信心。甚至撒母耳最后伊所生诶囝，哈娜伊诶囝。撒母耳正做上帝开始动工的起点。今日咱看见治安，咱这个团队，其实咱教会有真侪需要，咱逐个兄弟姊妹做伙参与的动工。牧师看见咱的教会对703项，咱来到伫这个所在，咱的教会常常着爱提醒咱，这间教会是上帝教会，是上帝的殿，咱着爱定睛注意伫咱心受是尽忠伫上帝爱咱传福音的道路。什么福音？伫咱内底爱传福音，伫咱彼此的关系内底爱传福音，毋是讲是非对毋对，是讲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有困难，咱着做伙坐落来，好好啊代祷。有调解，咱着祈祷，求你怜悯赦免。互相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即个教会较是完整的。若无，任何人拢会失志，任何人拢会失和，任何人拢有可能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兄弟姊妹，哈娜起初的祈祷有信心的见证来回应，这是咱今日所看。当上帝应允哈娜了后，哈娜讲：“这个囡仔是我求来的，我也要将伊归乎耶和华。”这是应允啊，这是已经发生啊。所以兄弟姊妹，起初的祈祷检采后，有时是非常的美术，但是真正的祈祷伫上帝面头前，却是遐尼有高效。兄弟姊妹，咱所看见，当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诚实来交托，咱看见哈娜，伊讲我求爱得到这个囡仔，耶和华已经赏赐我所对伊求的。兄弟姊妹，这个谦卑的祈祷，囡仔毋是伊的功劳，是上帝赏赐。所以兄弟姊妹，伫现在社会，有真侪父母常常替囡仔来规划未来啦。规划伊未来着爱安怎？伊的学业、伊的才艺、伊的能力、财富关系。这是张应竹的一个影片，公司的一个影片，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影幕内面、故事内面咧讲到侪有关伫现今一个原著叫做高材生的故事。这个高材生的原著的故事，伊其实事实咧讲的是一个高学历的妈妈，伊认真咧培育出一个人拢会当学乐优秀的囡仔，但是伊最后却失去了无仔囝的关系。所以呢，有真侪时阵，咱无愿意承认，咱拢常常甲囡仔独讲，迄是我的，这是我的囡仔。但是我偷偷咧思考讲，
当咱看见哈娜伊安怎甲伊的囡仔交托互上帝迄个过程，我豆豆咧思考讲，有真侪时阵我袂使用我家己的看法，迄种唯一的、迄种直接的，有时我咧跟同工咧讲话的中间，甲同工咧侍奉的中间，我嘛是即种的观念。但是主的话常常咧甲我提醒讲，你得爱尊重我所创造生命即个个体伊的独一的价值观。即种的价值观，也就是亲像即个电影内面咧所讲的，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因为迄是上帝的囡仔，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诗篇127篇第3节讲，咱这回来看吼，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人咧讲，你唔通讲大声话，讲囡仔，你要生几个囡仔，无迄个代志。但是咱常常伫主的面头前，咱也相信讲，上帝要为咱赏赐，上帝就赏赐互咱。教会无论是福音的工作，咱嘛相款爱有即款的望。当咱无囡仔，当咱无青少年，咱嘛得爱尽忠伫咱所做的工课顶面来带这个细囝，互因的生命得到成长。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囝是属于上帝的，父母的责任就是爱承接上帝所托付咱的使命，来照顾因、管教因。所以兄弟姊妹，是毋是愿意为着囡仔的灵命来建造、付出代价？这嘛真做咱一个真要紧、重要的任务。所以兄弟姊妹，今咱所看圣经节，哈娜伊讲，所以我用这个囡仔安怎？大意是讲行耶和华啦，伊一世人行耶和华，就伫遐敬拜耶和华。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看见子安、子轩，无论每一个徛伫这个所在，因愿意付出代价，伫这个所在侍奉上帝。因拢咧做啥物代志？我做佩服是伊的妈妈，伊的妈妈、伊的母亲，将伊的囝放伫教会内底咧侍奉上帝。牧师嘛邀请咱嘛着常常为着咱的细囝，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囝儿，伫因一生的道路中间。爱奉献互主来用，所以兄弟姊妹，哈娜伊真正伫伊细汉的囡仔撒母耳的时阵，就送到圣殿，互伊一世人来侍奉上帝。所以伫教会内底，母亲长年以来，咱就爱常常为着细囝来祈祷，教导圣经，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因陪伴因。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即个咱即摆园艺课程吼，我特别感觉讲即个。依晨吼，伊的妈妈，伊的囝叫齐恩，吼，牧师顶摆有向咱介绍，即个细囝，互我真佩服是，即个妈妈，伊真正用信用带即个细囝，吼，伊都无像幼稚园，吼大班，但是伊会当参与伫大人的环境的中间，无论是学习，无论做一个表露，伊应该做的尽的本分，伊无咧讨讲伊要找妈妈，完全对头到尾3点钟。就是坐伫迄个所在学习、专注、等待伊妈妈来。所以我认为，咱常常爱去思考，咱做一个母亲，咱要安怎样伫做咱的家庭的内底，咱要安怎样带领咱的囡仔学习祈祷、读经，实践伫信仰的生活内底应该学习的。我会记得一个母亲，伊常常伫囡仔细汉的时阵，囡仔若要去就学的时阵，伊每一天。早起非常早起床，为着囡仔准备早顿，为着带这个囡仔还手祈祷，才互伊通去上课。所以我看见伊的囡仔嘛，豆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来成做主好搁尽忠的管家。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安怎学习？圣经内底箴言31章28节讲：伊的儿女起来，穿衣是有福的。伊的丈夫也称赞俄勒伊。这段圣经节是贤德妇人的诗，嘛是所罗门王伊引用伊的母亲教导伊的话。这段诗篇是对一位敬畏上帝、温群持家，甚至有智慧、佮有疼心的妇女，全面的学乐啦。兄弟姊妹，
儿女起来称伊是有福，什么意思？代表伊的儿女长大了后，对伊母亲的牺牲、教导、甲疼心，心存感激啊！用言语来学乐，伊是一个有福的人，蒙上帝所赐福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拢常常咧期待讲，咱的细囝是毋是有一天会友好咱？倒不如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咱教导咱的囝儿女来认捌这位上帝。兄弟姊妹，当咱会当带咱的细囝，互伊明白上帝真理换命的话，互伊平安大汉以外，咱毋但会当互伊抱着一个敬畏的心，嘛互伊有一个尊敬老爸老母，真做一个会晓祝福人的人。后壁讲，伊的丈夫嘛称赞伊。伫古代社会，丈夫伊会公开娱乐，伊的某，这是极大的尊严哦。所以兄弟姊妹，对这位表达出这位妇女伊这个好的德行，唔单单是伫家庭一个默默无闻被看见的一个女子，反倒会当成做一个全家所尊重、感恩的人。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负责人，也就是咱爱今日做伙来学习的功课。一个母亲要安怎尽职，祝福伫后一代甲伊的教会。撒母耳的事奉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伊是最后一个士师，嘛是第一位先知。伊高立扫罗甲大卫上帝的使者，这是撒母耳的工课。但是咱看见撒母耳伊的母亲伫伊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扮演了一个真要紧的角色。所以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若有搁较侪母亲亲像哈娜安尼。囡仔就会当互主来使用，我相信教会就会有源源不绝在侍奉上帝更多好又尽忠的牧者跟仆人。所以我非常看重伫每一个咱伫教会侍奉的人，会记得咱唔通亲像圣经内底，其实这个祭司啦、以利啊，咱若认真去甲看以利伊安怎？伊的囡仔吼无受祝福呢。以利伊安怎伫圣殿尽忠安怎侍奉上帝？但是伊两个囡仔何弗尼甲菲尼哈，因亵渎上帝，贪婪无真理无道理。上帝借着先知来警告伊，但是因还阁无改正。所以呢，最后上帝审判这个以利这个祭司哦，甚至呢，因两个囝嘛伫战场的中间来死。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伫教会侍奉上帝的人，咱会记得家庭非常的要紧。所以咱伫属灵的顶面的内底，咱会记得哈娜甲以利，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母亲，因安怎尽的本分，但是因所造成、所互咱看见，伊的后一代所流落的，却是无同款的境遇。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尽职，毋是你会晓偌济。毋是你捌偌济，真职是你安怎忠心守掉上帝所托付予咱的迄个使命的工课。今仔日，咱会当伫上帝面头前问咱三个问题：我是毋是伫主的面头前尽职，做我应该完成的工课？第二，我是毋是愿意为着主忠心来付出代价？来为着我无法度通完成的工课，求上帝来为我排比。第三，咱是毋是相信我的忠心，为着主的福音的国度带来果效？也是咱是亲像以利这个祭司相款的侍奉？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也求上帝赏赐咱开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透过哈娜的生命，互阮看见什么是尽职尽忠的关键。阮信任，阮常常只有求得到，无愿意放手；只有想要掌握，但阮无愿意交托。主啊，愿你赦免阮，只有看眼前的代志。
只有看家己所需要的，阮忽略看见生命所需要，搁较远上帝你的心意的事。愿你的智慧丰富阮逐人，甚至阮在座每一个母亲的心，诚做你厝内教会中心的萝卜甲儿女。主啊，愿你帮助阮，诚做囡仔，诚做阮的细囝、囝儿女灵命的守望者，常常为因祈祷，常常伫主你的面头前，将因的性命交托给上帝。阮相信上帝，你的确要赏赐因教育的智慧。主啊，我嘛恳求你帮助阮伫这变动的世代，兴起更较侪家庭，更较侪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学习哈娜的生命模样，为着福音的缘故，温群为着细囝交托予上帝使命的工课，来完成上帝国的工作，追求上帝你的心意。主啊，愿上帝你赐福伫你的教会甲你的百姓，特别伫你的萝卜带领伫上帝你的羊群的内底，互我更较有智慧，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内底，常常伫圣神的气力的引出来内底，开拓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常常来认捌主，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咱人踮伫世间，踮即世间，咱坐咧吟好好。这个是咱要请艺术贴小组来献诗。平安。阮艺术贴今仔咧吟这首诗，学落的是囡仔歌。这咧讲迄个老母的心情吼。我甲这中的歌词我小可念一下吼。摇囝日落山，抱囝金金看。囝是我心肝，惊你受风寒。一点亲骨肉，哪看哪心息。眠是摇椅困，天光抱来烧。吼，另外佫有一段是，当是一样囝，哪有两心情？查甫也着疼，查某也着情。疼囝亲骨，疼囝像黄金，请囝消责任。饲到你嫁娶，我才会放心。
这小组因所献的诗，真正互咱愈听足安慰的、足平静的吼，真正听了嘛想要困吼。这真实啊吼，因这条歌曲其实对伫咱细汉的过程中间，拢是有这个过程妈妈时常甲咱讲伊困伫咧过程中，互咱真平静。我相信咱常常笑脸，伫咱的母亲所带互咱真实生命安慰甲祝福吼。好这是咱做伙陪伴心，咱做伙来奉献。愿咱甘心的奉献伫主的面前，来得主的欢喜。
咱做伙起立，咱同心来唱奉献的诗。同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意相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我到我主。阿门。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束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主读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做来吟上名的诗，何乐上帝至权至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甲感动，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特别伫这母亲节的主日，愿每一位母亲拢通过对上帝遐来得到肯定、精神甲喜乐的愿望，也愿因的手所扶持的囡仔，拢通成做上帝你所动用的器具，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立倒。
咱今日嘛真欢喜，